开什么玩笑？这个怎么办？快进来，这波动力还够开一会儿的。哇！这就没事了吗？天啊，真的炸了！哦，太遗憾了，最后一名的参赛者已经失败退场，让我们为他默哀1秒钟。同时，新的最后一名已经产生，他们又会带来怎样爆炸性的表演呢？啊，还来！怕是没有多少动力了。不如我们弃车吧。对了，忘了要补充说明一下，请各位参赛者注意，离开载具和脱离赛道都会被自动判为失去比赛资格哦。没辙了，这个样子一步也跑不起来了。格瑞，你队尾的生存竞争可真够激烈的，而现在领先的选手们又在干什么呢？让我们把镜头转过去看一看吧。目前排在第1位的是雷狮队的海盗船，紧随其后的是加德罗斯队的飞艇。所长先生，能够位列前茅的这些队伍，是不是意味着他们所得到的载具是最优秀的呢？没错，这是代表了传奇和未来之间的对决。但是，请大家注意，我们的其他型号也都是天才杰作哦。赛排名第2的格瑞，他似乎为自己的小队载具找到了新的动力。这也是得益于我们产品良好的兼容性。他们的载具都是带有武器系统的。你这个混蛋！小心！啊！太棒了，真是太棒了！本研究所引以为傲的武装载具，这像玩具一样被摧毁了呢。不愧是奥数大赛的参赛者，真是想把他们拆开来研究一下。如果强大的参赛者遇到同样强大的战争兵器，又会变成怎样呢？真是好期待呀！不用这样吧？
主瑞，既然试图打败我们，那就同样要承担被我们打败的后果。在这场凹凸大赛里，没有谁是无辜的，我们也是。可是总应该有别的办法。久等啦，各位贵宾，属于我们的娱乐时间终于开始啦！这次我是势在必得呀！总算开始了。我都等得不耐烦了，也不知道我赌的对不对。哎，听我的，跟我呀没问题的。哼，算了，我已经决定好了。哎，那么淘汰赛的第一轮极限竞速赛中，究竟谁能第一个到达终点呢？我们超能研究所作为首轮赌局的庄家，现在开始接受各位的下注，请对你们中意的参赛者慷慨解囊吧。对了，也请各位多多支持我们超能研究所的新产品。我押4号，筹码是50万奴隶。100枚虫族母钞，我买13号。不下注，玩鱼吗？那就帮我压雷狮海盗团吧。赌注嘛，就2个宜居小行星好了。哼，我先失陪了。怎么，雷王星的这位太子殿下不合你的口味喵？太甜了，身为赌客却在跟赌具置气，哼！那位所长也很会搞事情喵，为了成为第一轮的庄家，他一定给神使们上供了不少好处吧喵。超能研究所可是整个凹凸世界最大的军火商，据说是出了1年份的军火销售额吧。不过这一轮坐庄，他们怎么也能赚回来了。那一定值很多小鱼干喵。可惜喵没那么阔，还是小玩一局好了。帮喵呀，隔日那一队就下注1万名铲屎官喵。我也再压一注加德罗斯队好了，3颗小星星。相信那个全宇宙最强的男人，他的继承者也不会让我们失望吧。我想到了。你想到了什么，紫堂？我已经想到了，让大家不必互相伤害，就能够通过比赛的方法。你在路上撞到头了吗？紫堂，你没在开玩笑吧？我是说真的。好，好，那说出来听听呗。在那之前，我们得先完成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们要追上雷狮海盗团。听广播姐说，他们现在好像排在第1位呢，这不太容易吧？可以的，不过需要你们的力量，金，还有凯莉。到目前为止，多数的参赛者已经通过了大半段的赛程，各个路段也都有人陆续被淘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最前段好像有状况要发生了，让我们把镜头聚焦过去。竟然也有防御罩，继续攻击。
还真是冤家路窄。之前的账该清算一下。请等一下。停！千驱模式的刹车果然不太容易啊。格瑞。哦，是那些家伙。等一下，先别打，只有这个办法了。各位，我有话要说，我有个办法。这一局我们根本不需要互相战斗，不需要再互相伤害了，所有的人都可以安全通过的。哦，如果大家仔细看规则的话，其实是可以找出漏洞的。必须拥有载具，不能脱离赛道，还有跑在最后的载具会爆炸。这次竞速赛的规则差不多就是这些了。所以说，只要大家都乘坐同一个载具的话，就谁都不用淘汰了。所有的人都有载具，不用脱离赛道，有多余的载具留在后边，就不用担心末尾淘汰。更重要的是，大家都不需要再互相伤害了，所有人都能通过比赛。这还真是没想到啊！没错，只要有一个足够大，能够装得下所有人的载具就可以了。比如，雷氏海盗团的海盗船。啊？哪来的傻小子？就是呀，有没有搞错呀？他在说什么胡话呀？他以为自己是谁呀？就是你吗？雷氏，只要你同意，所有人都可以相安无事了。拜托你了，这是唯一的方法了。老大，他在求你。真是不错的鱼性节。可惜，你找错人了。干掉他们！